係咁㗎，我哋一開始要講清楚事實，唔好一嚟就情緒先行。英國喺2021年推出俾香港人用嘅 BNO 簽證路線，理論上住夠年期就可以申請永居，甚至入籍。但問題係英國而家唔係以前嗰個隨便你嚟嘅英國，移民政策一路收緊，工作簽證門檻越嚟越高，唔係你肯捱肯做就一定留得低。而家嘅現實係咩？係你要高薪，或者你有英國真正需要嘅技能，冇呢兩樣，你就會發現英國其實對你冇乜耐性。好，事實講完，正式開始講人話。你知唔知移民最呃人嘅一句說話係乜？就係過去就會好。去英國之前，個個都幻想自己喺倫敦飲咖啡、行泰晤士河、影日落、講自由。但落地第一日，你唔係去睇 Big Bang， 你係去排隊買電話卡、買電飯煲、揾房。而英國嘅房貴到你會懷疑，原來倫敦嘅空氣都係按平方尺收費。好多人以為自己英文好，結果一同英國房東、HR、政府部門講嘢，先發現 IELTS 7分唔等於你聽得明白明漢口音。你考試合格唔代表你明佢哋啲潛台詞。英國社會最殘忍嘅地方係乜？唔係歧視你，係佢好有禮貌咁唔需要你。再講反個關鍵問題，而家英國門檻咁高，得高薪先留到，咁啲冇乜本事嘅香港人點算？現實答案好冷血，捱。好多香港人以前喺香港係老闆、主管、專業人士，去到英國一律 reset。你以前管幾十個人，英國只關心你可唔可以準時返工，可唔可以 fill form，可唔可以守規矩。唔少人被逼轉行，開餐廳嘅去洗碗，寫字樓嘅去倉庫，以前教書嘅變咗送外賣。最慘係咩？你唔係懶，你只係唔夠英國需要。講到呢度就一定有人問，咁點解有啲香港人返唔到香港？呢個問題好多人都唔敢講清楚。先講清一件事，唔係個個返唔到香港嘅人都係做過乜驚天動地嘅嘢，但問題係國安法唔係用嚟同你慢慢解釋。有啲人做過嘅嘢，包括參與過遊行、做過義務急救、幫人影相、剪片、寫文、開 channel、做過學生會、工會、連署組織。喺某啲地方，呢啲叫公民參與。喺而家嘅香港法律環境入面，呢啲可能被重新定義。最恐怖嘅唔係你做過乜，而係你唔知道邊一日會有人用反舊賬同你算。仲有一個重點，好多人忽略，國安法係有域外效力嘅。意思係咩？即係你而家喺英國寫過嘅一篇 post， 講過嘅一次 speech， 參與過嘅一次集會，理論上都可以成為你返港嘅風險。所以有啲人唔係唔想返屋企，係佢哋唔敢賭。你見到啲香港人喺英國示威、集會、舉牌，唔係因為佢哋特別愛示威，而係因為佢哋返唔去，只可以喺呢度講。你可以唔認同佢哋，但你要明白，如果你仲可以返屋企，你未必會站喺條街度。再講返英國生活本身，好多人以為英國係福利天堂，但事實係福利係一份全英文、極度複雜、冇人教你填嘅考試，申請 GP 要等，福利要證明，屋要排，學校要搶。你唔係冇資格，你係冇時間、冇英文、冇精神。最諷刺嘅係學歷，你喺香港讀到博士，英國都可能只會寫一句 Overseas Qualification Under Review， 即係我知你有讀書，但你唔係我哋系統入面嗰一款。仲有家庭問題，年輕一代適應得快，老人家就日日困喺屋企，父母喺超市揾唔到豉油，仔女已經開始嫌香港嘢 heavy taste， 一家人一齊移民，但精神上各自流亡，咁到底點算？我唔會同你講咩加油就得，現實世界唔靠雞湯，可以做嘅只有幾樣：學技能、學語言、抱團取暖、搞清楚法律、保護自己嘅心理健康。香港人喺英國其實最靠得住嘅唔係政府，係自己人，互相 share 信息，揾工、揾律師、幫手睇細路、借家具。你未必會變成功，但起碼唔會一個人死。最後用一句笑中有淚嘅說話結尾，移民就好似一碗加咗7種調味粉嘅湯，你本來以為係英式早餐，點知入口之後有自由、有安全，但同時有房租、有簽證、有孤獨。有人嚟英國係為咗自由，但自由都要交稅。有人嚟英國係為咗安全，但安全都要你承受代價。呢個世界冇完美選擇，只有你願唔願意承受你揀嗰條路嘅後果。講到呢度，有啲人一定心入面喺度鬧，講到咁慘，咁點解仲要走？呢個問題好講識，因為香港人由細到大都俾人教，捱下就過，忍下就穩，唔好搞事就安全。
但問題係，有啲人發現，連唔搞事都未必安全。以前你以為政治係電視入面嘅新聞，而家政治係你 WhatsApp 講錯一句， Facebook 拉錯一個 post， 小朋友學校作文寫多兩句，於是有人選擇走，唔係因為勇敢，而係因為驚。但去到英國之後，又發現一件好諷刺嘅事，你喺香港係危險人物，去到英國，你係冇人識你，冇光環，冇身份，冇背景，你之前講過嘅理想，英國 HR 唔 interested， 你之前參與過嘅運動，英國公司只會問一句 Does it affect your availability to work weekends？ 講到呢度，我想講個現實到爆嘅畫面，有啲香港人白天喺 Tesco 搬貨，夜晚喺 Telegram 群組繼續討論民主，一邊計算房租，一邊計算世界未來，結果點？兩邊都唔討好。英國人覺得你太政治，香港建制覺得你係逃兵，你自己就卡喺中間，變成一隻冇陣營嘅雀。再講返高薪先留到英國呢樣嘢，你要明白英國政府嘅邏輯好簡單，我收你稅，我先要你，所以醫生、工程師、IT、金融永遠歡迎。但你如果係普通打工仔，英國唔係唔俾你留，佢只係用生活成本慢慢逼你走。你會發現你唔係被拒絕，你係被消耗，消耗到你自己問自己一句，我留喺度係咪真係為咗未來，定係只係因為返唔到去？而返唔到去呢樣嘢，又係一個好殘酷嘅現實。有啲人返唔到香港，唔係因為已經出事，而係因為唔知道會唔會出事。最折磨人嘅唔係恐懼，係不確定。你唔知幾時過關會被拉，你唔知幾時舊 post 會被翻，你唔知幾時有人會敲你屋企門，所以寧願喺英國做二等公民，都唔敢返去做待審人士。而你知唔知最心酸係咩？就係節日、中秋、過年、清明。當你見到香港街頭仲有燈，仲有人行花市，你喺英國就喺度望住天空，同自己講：算啦，今年唔返，1年、2年、3年，你開始唔敢講暫時，你開始講可能唔返。到呢一刻，你先真正明白咩叫流亡，唔係住邊度，而係你已經冇一個地方係你隨時可以返。但我想喺度講句公平啲嘅說話，唔係所有留喺英國嘅香港人都係受害者。唔係所有留喺英國嘅香港人都係受害者，唔係所有返唔到去嘅人都係英雄。有人真係做過過火嘅事，有人只係被捐入時代，有人係清醒選擇，有人係誤判形勢。世界唔係黑白，人都唔係。脫口騷唔係幫邊個洗白，而係幫觀眾睇清楚點解大家會走到今日呢一步。最後，我想用一個比較靜嘅結尾，疑問其實唔係一張機票，而係一個長期消化唔良嘅決定。你可能換到護照，但你換唔走口音；你可能學識點排隊，點講 sorry， 但你心入面嗰句頂你個肺，一世都喺度。你可以喺英國生活，但香港會一直住喺你身上。你唔需要同意我講嘅全部，但如果今晚你有一刻笑完之後靜咗，咁呢個脫口騷就已經做到佢應該做嘅嘢。多謝收看是是非非脫口騷。